要他不是要去破坏红龙果，也就是要吃糖蜜。一大群不速之客成了不用农药的见证者。范正清喜欢让买水果的消费者自己看、自己验证。7月底呢，我已经4年没赔了。会有损失了，但是就像你们这样的消费者会回馈。的确会有实际回馈。这几年范正清种的红龙果价格惊人。那个时候用惯性管理，那个时候最高一公斤才32块。现在你的？去年我240啊。农民的心总随着每天的拍卖价格上上下下。身为产销班班长的范正清，以持续高档的成绩，心以班员跟进。4年前的红龙果价格单价站上100元的时候，那时候轰动地方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现在又出现200俱乐部。除了我以外，又带出另外一个班员，也达到200元以上的拍卖价。哦，那所以最近吗？还有这种200元的荣景吗？有吗？当然有了，绝对有啦。有没有？当然有，绝对有，对不对？台中外埔的红龙果靠肉质细、甜度高打出名号。果树上每颗植株只有2-3颗果实，养分容易集中，让品质变好。我的成绩呢，也来自于社会，像这个土壤改良呢，我也用中兴大学那个微生物嘛，那要什么施肥，要靠什么？我靠台中区改良场的那个土壤验证嘛。消费者花钱就该得到最好的品质，范正清以此激励自己，用心种植。他形容的来自内心深处的礼品。范正清的努力为他赢得2011年模范农民的殊荣，也因为他的不藏私，带动更多农民种出精品级的红龙果。有毛懂眼油，有毛懂眼油。